迎接超高龄社会，长辈照顾已经成为重要课题。其中北区人口老化相关24趴的公园里，加18趴的离邻里，上有受天下大饭店的邀请，到20位65岁以上的弱势长辈，做伙来食澎湃西餐料理。对于来讲，不管是家己大，还是经济弱势，拢需要社会关心陪伴。而饭店的回馈，嘛，互因难得食一顿青草。老人对阮的，互阮感觉讲，伊若像我们的长辈啦，嘿啦。可是咱讲正经的，有时候需要甲帮忙的时候，咱嘛是都爱尽量甲因斗下手啦。最主要是市政府也太关心这些老人家啦，嘿啦。我们区长也是很关心我们老人家。当然就吃顿青草了吼。嘿啊，今仔日佫有天下饭店吼。他们这样互这老人佫有一顿足好的物件好吃，嘿啊。配合岁末寒冬回馈心，饭店已经连续5档甲北区区公所合作，针对在地无同的弱势族群来办理感恩节餐会。今年更是每下侪爱心企业厂商赠送伴手礼来共同响应，互长辈有食阁有掠。区长嘛专程参与活动，对着饭店加入灾害防救网，免费提供灾民收容安置，表达敬佩。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天下蓝屿饭店，也利用岁末这段时间来特别办理我们丽人礼跟公园礼，我们一些弱势长辈的用餐的活动。这一次也结合了有许多的店家一起来提供我们长辈的一些伴手礼。那天下饭店呢，长久以来也是一直跟公所这边合作，它也加入我们一个救灾、防灾的一个团体。那未来如果说有灾民需要的时候，有灾害发生的时候，他们这边也提供一些简单的住宿，让我们受灾的民众可以得到一些心灵上的抚慰。那在这边也非常感谢我们天下蓝屿饭店这几年来持续的办理很多的爱心的活动。那过去曾经招待过邻近的学校，比如说成功国小、丽人国小的中低收入户的学童们，还有附近的里民们的一些比较弱势的长辈、独居老人那这次也招待了我们附近的邻居里民们来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餐会。那比较特别的是，我们今年也邀请了很多优质的老店家呢，来提供他们店里面非常人气化的商品，要提供大家当做伴手礼带回去。天下南屿呢，继续会在每一年的11月25号以前，继续的来举办感恩节的餐会，希望可以每年都有这样的机会回馈给在地附近有需要的一些里民。饭店透过感恩餐会已经成为指标性的公益形象。今年嘛，互这群长辈了解政府为了减轻老人负担所推动的居家长期照顾服务，希望透过公部门甲民间的合作，共同营造时代好的生活品质。台南新闻管制何超邦采访报道。